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讲，中国国防部长当军伫辽国的东协防长扩大会议是拒绝甲美国的国防部长，也就是奥斯汀来会面。伊的原因就是不满美国伫3礼拜之前卖予台湾20亿美金的军事武器。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伫辽国举行的东协防长扩大会议，原地应该参与的，阁有中国的国防部长当军。根据 CNN 的报道，一位甲奥斯汀做伙去辽国的资深国防官员甲记者讲，奥斯汀寻求甲当军会面，并且希望借此推动美中军事沟通机制恢复。不过受到中国的拒绝，并且表示不满美国最近对台湾卖武器是主因。I regret that the PRC chose not to meet here. The PRC's decision is a setback for the whole region. As I've said consistently, the right time to meet is any time. 3礼拜之前，美国批准一项20亿美金对台湾的军售案，除了是总统拜登上任了后第17届对台湾军售，也是拜登年代上大条，包含头一届提供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主当时中国严正批评这项军售案，并且表示会采取坚决反制的措施。中国时常以取消会议甲沟通管道的方式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2012年，苏当时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湾，中国就断绝甲美国包含军事、气候方面的管道。就伫中国这届拒绝甲奥斯汀会面的前几天，美国总统拜登才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秘鲁的亚太经合峰会举行最后一场的拜习会。苏当时美国表示，这届会面坦诚、有建设性，而且范围真宽。不过，拜登也表明讲，袂做北京甲特别上任的川普政府沟通的媒介。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